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3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是胡适2025年收官之日这个胡适居然拉了一个11连阳。护轾但是这个11连阳确實分明寫着叫雞肋兩個字對吧？每天都寫下雞肋兩個字，雞肋這兩個字已經刻在腦門上了。11連陽也是刻意為之有關部門主力確實也費心了，已經盡力了我看了一下今天這個胡適表面上看好像風平浪靜震盪實際上是暗流湧動這個山夜寒天，什麼機器人 AI 板塊，這個妖魔亂舞，短線資金就是那些游資還是往這兒扎，只能靠這個來吸引人氣。主力呢穩住那些大盤股，把指數穩住。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操作，熟悉的味道。雖然指數這個漲幅就是波動還不是太大，但是主力對散戶的收割它總得在裡面搞點浪花出來，對吧？吸引散戶不要走，就老鄉別走。你看看這兒漲着好着呢，還有很多漲停的，讓這個金融消費者這個流連忘返，想走吧好像還有機會，進去吧又怕被收割。截至收盤上證指數漲了 0.09%， 你說這個昨天是多少昨天也是漲了 0.00 幾，跌了 0.9點，今天是漲 0.09%， 這種操控能力實現了11連陽。深成指跌 0.58%， 創業板指數跌 1.23%。今天成交繼續在2萬億以上突破了2萬億。不過跌多漲少這就是為什麼上證指數拉了11連陽，但是金融消費者看上去很不開心的樣子。上漲的只有2474家，下跌的是2776家。11連陽也是創了2025年的記錄。作為2025年最後一個交易日那麼2025年年線就畫完了。看年線呢，大盤指數就是滬指漲了 18.4%， 深成指漲了 29.87%， 創業板指數漲了 49.5%。 什麼意思就是滬指漲了 18%， 深成指漲 30%， 創業板漲了 50%， 科創板漲了 36%。 就是指數妥妥的是個牛市，而且對創業板來說呢絕對是大牛市但是金融消費者恐怕很難開心起來。金融消費者他們的錢很多一部分交給了量化基金，為這個中國的人工智能做出了一些貢獻。絕大部分散戶是贏了指數，輸了錢。我看有人統計了這個萬惡的美帝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些股市，說標普500自1970年以來牛市佔比超過80%，牛市平均上漲 5.6 年，熊市平均時長為 1.4 年。也就是說標普500基本上符合叫牛長熊短，而且它的牛市平均漲幅是 108%。 那看我們的這個市場呢，這個就有點意思了這個滬指是 18% 嘛。今年最近3年年化收益率是 6.3%， 它這個指的是滬深300但是如果你用5年來看，就是從2020年到2025年，也就是說2020年口罩期間你投的滬深300，那現在大概率還是虧 2.25%， 因為最近5年年化收益率是負的 2.25%， 最近10年年化收益率只有 2.23%， 也就是說用10年的眼光看，你投滬深300也只賺了 2.23%， 就年化收益5年那你還是賠錢，也就是賠了10幾。這個數據實際上就是告訴我們什麼？散戶你在胡適想賺錢太難，無論你是追求短期收益，你還是什麼耐心資本長期收益，賺錢都不易弄得不好大概率就像那個建功爺叔一樣，最後就變成神神叨叨的，解套無望了。就建功爺叔咱們一直舉例子你能說他不是叫耐心資本嗎？人家買了上海建工10幾年，曾經賺過錢，現在依然還在加倉。但是上海建工呢，對吧？下面很多子公司都開始放假了，後面很有可能就要進入虧損，連續3年虧損，說不定就要退市了。胡適5300隻，對吧？股票還是5500隻吧？你怎麼保證你買的股票它不是上海建工這樣的呢？它可是國企上海的建築龍頭但是不要緊有媒體幫咱們算好了，給咱們畫了一個超大的餅。什麼超大的餅呢？新浪證券說如果你2025年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你可以對吧回到2025年1月1號，那麼你只要拿1萬塊錢啟動資金
？1萬塊就夠了。難道你1萬都沒有嗎？對吧？1萬沒有，你可以把你的那個送外賣的電動車賣了，再借點錢，你只要1萬就夠了。拿出1萬塊錢啊，然后這樣的話，你就按照這樣的操作啊，年底你的身價就是36個億。2025年1月1號，你拿1萬塊錢，如此操作，到了2025年12月31號，你身價就是36個億啊！36個小目標啊，讓這個王健林啊、王首富都五體投地啊！這個新浪證券說啊，他說2025年 A 股市場落下帷幕，假設2025年1月我們投資1萬元入市，每個月都滿倉買入月度漲幅冠軍，就是你1月份你正好你運氣好買中了1月份啊那個漲幅冠軍，你就買1萬塊錢。好，2月份對吧？你又買中了，你就把那個股票賣掉啊，你又買中了2月份的漲幅冠軍，滿倉買入啊，這樣你每個月都買中了啊漲幅冠軍，那麼你起始資金1萬，到12月31號你就擁有了36個億。什麼巴菲特對吧？都靠邊站，確實啊，激動人心是吧？這個很多金融消費者就是奔這個去的，這個賬都會算啊，而且消費者都是奔這個去的。結果呢，絕大部分人99%的人对吧，就沒有人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絕大部分是賠錢，1萬塊錢最後沒了，給人工智能啊做了貢獻。我們再看這個高盛的觀點啊。高盛說啊，當前中國股市的市值集中度處於歷史性低位，市值排名前10的上市公司合計僅占 A 股總市值 17%， 這一比例不僅遠低於2006年約 46% 的歷史高點，也低於美國股市前10大公司市值占比高達 33% 的集中度。高盛認為啊，這種分散化的市場結構意味着資金和增長機會並不過度依賴少數頭部企業，為中小市值的價值重估和不同板塊的轮動上漲預留了空間。這高盛什麼意思啊？建議還要換股是嗎？2026年到底是牛市還是什麼市？是大牛市還是什麼小牛市還是熊市？這個一切皆有可能啊！為什麼呢？因為指數啊已經被控制了，对吧？能拉出11連陽，然後而且讓散戶還沒沾到什麼光，這種精準控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所以我們相信2026年他想要牛市就是牛市，對吧？想要慢牛就是慢牛，想要震盪市就是震盪市，隨心所欲啊，主打一個精準控制。但是說的是指數啊，2025年有一部分散戶恐怕賺到錢了，但是賺的也不多，对吧？20%，個別的可能賺的多一點啊。但是不管多少，2026年只要一震盪，對吧？你這20恐怕就如數奉還呢，而且還得算上利息，說不定還把本金還要搭上啊！這就是胡適的魅力啊！你是奔着那個36億去的，對吧？要漲36萬倍，但是大概率啊是要腰斬去的，是做慈善去的啊。我們再看看这個證券專家對胡適有什麼看法？我記得昨天的節目，對吧？咱們也說了，咱們資本市場這些上市公司啊，無論他是对吧自己賺的錢，還是他募集的資金，實際上他們都是喜歡把這錢去理財，要麼存銀行存定期。摩爾縣城對吧？一上市募集了70多個億，立馬存銀行存定期。這個還有其他的上市公司啊，他賺了錢，他有現金流，他把這錢拿去理財，買私募產品，結果賠了90%，對吧？褲衩子都賠掉了。咱們也說了，這個美西方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上市公司他們就喜歡，對吧？上市公司一有現金，他馬上就回購股票，他回購了股票之後，他注銷啊，然後這個股價不就漲上去了嗎？他們喜歡這麼幹，但是咱們就不喜歡，咱們上市公司有現金，那就理財。昨天我也說了啊，這個跟大股東啊，他想控制這些現金啊有關係，他想資金占用，這是在 A 股啊，那是比比皆是，就是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的錢，或者你上市公司把錢拿去理財去了，那大股東怎麼占用啊？但是也有個別的上市公司，他也回購股票，但是他們往往不注銷，对吧？他就是大股東回購或者是上市公司買了股票，他不注銷，那到底是為什麼呢？我們看看這個證券專家劉继鵬是怎麼說的，大家看視頻啊。基本上我想問你一下，你刚才提到一個，就是這個公司回購股票，它沒有注銷，是大股東回購股票沒注銷，還是公司回購股票？因為公司回購股票一定是要注銷的啊，否則變成庫存股了。你還能自己買賣自己公司的股票，那肯定說不對。你剛才是什麼意思？這個從924這個潘行長這個提的政策是給上市公司和大股東回購，大股東包含在裡邊，而且有大股東拿到了低息貸款，當時的貸款就是大概是2.25左右吧，當時去年1年前算比較優惠的了。但是現在看來，大多數還是上市公司回購的，上市公司回購理應就應該注銷。
你看中國的4大銀行全都在世界大銀行前首排列，而且他們的股份都是3500億股、3600億股。除此之外，其他國家最大的银行的股份最多200億股，但是它的股價高啊。所以现在如果不回购股份，還是在這種黑暗中，還得繼續徘徊。為什麼不這樣做？就我也不得其解。證監會的規定是，公司回購股票，他自己還能留着。留着，就過2天，就是如果又高了，他還能自己賣了賺錢。而且現在这就变成了一個低息高拋啊，3000多點那兒給你優惠貸款，都買自己股票。那麼這4000點為什麼這麼大的跌幅？從4034點跌到了3834點，跌了200點。這其中就不排除有些回購的股票又賣出來了。因為我本身也是貸款有利息的呀，所以如果不擋住它的賣出的時點，不讓它注銷，那麼我們就得反思，就可能還要在4000點下要有一個頻繁的徘徊，這是一個問題。第二點就是說，這個大股東減持這個事兒，因為說來話長，我不想占太多的時間。中國現在5400家上市公司中，1450家左右是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4000家都是民營的。现在民營的裡邊有126家，他們的原始股占了90%，你們能想象嗎？將近90%。就是因為他們鑽了一個政策上的空白點。我們持有4億以上的股票，可流通量占10%就可以了。像科創板的第一家，它的原始股就作價3億6千萬股，發行股票4100萬股，整個總股本4.01億股。它的存量股份是由它的這個丈夫、妻子加丈夫妻子合資成立的私人公司持有的，然後丈夫又在2個持股平台裡邊，大概各占60%多，所以上市之後，他的大股東就占了83.6%。這種例子不是一個，就連你剛才提到高科技這個泡沫問題，就說這寒武紀，寒武紀也是4.01億股，中國4.01億股的有126家。我不清楚他們為什麼都要搞這麼精準，是不是就看中了2級市場？大家上市的首要目的就是到這兒來減持，賣個高價。否則為什麼這麼巧呢？按國際規律是看不到這個現象的。那麼美國我們最近也調查了一下，前50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超過20以上的股份只有14家，14家裡邊還有2家是中國的，一個是網易，一個是拼多多。股份最低的是20.6%的特斯拉，馬斯克持股。中国這種現象就普遍去了，尤其是民營企業的。為什麼我說資本市場不是在培養家族2代企業？如果你在資本市場上你持股70以上，那里邊也沒有治理結構啊。獨立董事能制約得了你们？独董你拼的，独董能去跟你抗衡嗎？你的使命是保護中小股東，尤其是監事會12月31號取消之後，獨立董事做主席的審計委員會要發揮作用了。可是你能去和一個聘請你去制約、給你發工資的人嗎？這就是問題的本質。所以我說，今天要從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入手，建一個好股市。主板市場現在的市值是將近80萬億，創業板市場這邊現在的市值，科創類的是26萬億。主板市場如果國有企業也大部分都是在50左右。還有一個中國可怕的概念叫一致行動人，夫妻、兄弟、父子，加上他們的私人公司、職工持股平台。如果你搞不清楚這個，你就搞不清楚中國的一股獨大到底從哪幾個點上反映。所以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不控制這個大股東的減持，這一次4000點以上，大家覺得就欠大股東的情啊，人家該流動了，你不讓人流動，所以股市起來讓他們流動。今年已經有1979家公司披露了減持的金額，今年是4000億。如果主板類的公司是50的話，我們就說30就絕對控股了。因此你要減掉20的話，基本上就是10幾萬億。現在這主板市場將近80萬億嘛，20是多少？15點幾萬億。科創板這類26萬億，如果往下也減25的話，那就6、7萬億吧。所以都加起來將近20萬億。這個事實如果今天不披露出來，那中國股市你讓外商他也跑，你能接受20萬億人民幣的減持嗎？而且減持是到了大股東兜裡去了。現在減持之後，誰能保證還投回到你的產業裡來啊？這種例子很多，上市公司虧了，大股東那兒幹酒店，幹自己愛好的或者外逃。這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啊，對吧？為什麼大股東買股票或者上市公司買股票？大股東買股票，這個是人家的權利，對吧？大股東啊，如果增持的話，那是他自己真金白銀拿錢出來增持，他到時候漲了賣的，這個是
天經地義的啊，你不能大股東買的股票注销那是不对的，但是上市公司自己拿賺的錢去買股票注銷，這個是應該可以做的，這樣的話股價就漲上去了，對吧？劉繼鵬還說了，那個你看咱們銀行股動不動都是4000億股，對吧？3500億股，人家美國那麼大的銀行也才300億股，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人家不停的注銷，對吧？有錢賺了錢，把股票買回來一注銷，那你金融消費者手上持有的股票的價格就漲了，你就跟着後面賺錢了。所以我們要仔細想一想，胡適為什麼上市公司不愿意這麼幹呢？就是第一個啊，也就是大股東，就上市公司说白了是大股東控制嘛，对吧？上市公司大股東在後面操控，也就是大股東的利益和中小投資者他并不一致，中小投資者只能靠股價上漲來獲得利益，對吧？來他獲得投資收益，而大股東呢，他不需要通過股價上漲，股價漲更好，不漲沒關係，他也能賺錢。所以這個導致實際控制人大股東和廣大的中小散戶雖然都在一條船上，但是形成不了合力，對吧？美西方他們資本市場就不一樣，大股東和散戶利益是一致的，不能說利益一致啊，就是說他們這個方向一致，都只有通過漲大家才有好處。而咱們的大股東呢，他可以通過跌的吧，或者通過其他的手段，对吧？或者是股价漲不漲不重要，我把上市公司錢先掏出來占用一下，你散戶也沒這個權利，對不對？所以你看那個恆大，他不就把他的物業的吧，那個叫恆大物業占用了140億嗎？這不就是典型的資金占用嗎？對恆大物業來說啊，恆大是大股東，恆大物業的其他的這個中小股東你有什麼脾氣啊，對吧？你就看着股價吧，漲你占點便宜，不漲關我屁事啊，對吧？我作為許老闆來說，我先把他150億拿出來先花一花，是這個邏輯吧？如果你說恆大物業啊，把那150億拿去回購股票，然後把它股價搞起來，這跟徐老闆有什麼關係啊？徐老闆需要的是現金，對不對？你把我賬面搞得那麼多，有什麼意義呢？我也不能拋股票，所以你看是不是這個邏輯啊？所以還是跟我昨天分析的一樣的，主要是大股東啊，對吧？好不容易見到錢了，他可不希望這錢白白的給了這個散戶或者是這樣那樣，他一定是想方設法的把這錢挪用，據為己有。第二個就是對吧？這個我也在以前節目一直說的，咱們現在提倡分紅啊，高股息，這是好事啊，對吧？這個對長線資本來說啊，你比如說這個，你真的選到一只好股票，你也不用擔心它退市，你買了它，然後它就对吧，年年給你分紅，那分紅的錢比你銀行利息1.5個點要多，理論上這是好事啊。但是你只要監管部門有這個要求，那這些不法分子啊，這些大股東他一定會鑽這個漏洞。就任何好的政策，它的初衷是好的，是要照顧這些中小投資者，但是最後一執行一定是變成大股東啊巧取豪夺。還是以恆大為例啊，恆大暴雷以前是最喜歡分紅，為什麼呢？因為許老闆是大股東，對吧？每年拿300億分紅，有200億啊分到许老闆自己口袋，這是合理合法的啊，這是分紅分到许老闆的那個他私人公司的吧，他是大股東嘛，剩下的中小投資者才分個幾十億，大頭70%以上的那個分給許老闆自己的口袋了。實際上恆大呢，窟窿是越來越大，對吧？負債2萬億，他說他每年盈利多少，那這是通過做報表做出來的，實際上他沒賺錢，甚至還虧錢，但是他報表體現是賺盈利，盈利我就分紅，分紅就分到大股東口袋了，爛攤子留给了恆大，对吧？現在恆大一暴雷，你看看2萬多億，你們去玩吧，反正我這個分紅分到自己口袋，然後出去變成什麼家族信託，变成藏匿在各處的資產。胡適有大量這樣公司啊，你要讓我分紅那行，那我明年就把報表做得好看一點。大股東他會算賬，對吧？如果大股東占股份呢，在30%、40%的時候，他就願意分紅，對吧？從銀行借10個億，或者從供應商那兒，對吧？這個應付款我不給，賬期拉長，然後搞10個億，然後報表一做說我賺的，我今年賺了10個億現金嘛，完了這個把這10個億分紅，我直接就能拿4個億，有什麼不好呢？這是合理合法的，我不用賣股票，我就能拿4個億，這不是好事嗎？只是說上市公司掏空了，上市公司这個做假賬了，這個實際上賠錢，對吧？流血分紅，這個關我屁事啊，對吧？以後再說唄。很多上市公司都這麼幹啊，就是你只要鼓勵他分紅，他會算賬，對，他就有了動力，對吧？他就有了空間。所以說咱們這個資本市場，你很難把它整明白。任何好的想法在這兒都被扭曲，最後適得其反。這個就是一個現象。這個現象怎麼導致的？說來說去啊，就是權力不受制約，無法無天。我對2026年啊胡適的期許，我一直是這個態度啊。我不覺得胡適啊說永遠就這樣啊，永遠都沒有投資價值，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對吧？我認為啊，那胡適的病根，對吧？你要找到的根本原因找到了，你要对症下藥，胡適的病治好了，或者大部分治好了，那咱們還可以把它當做一個投資渠道。長線投資，如果你是治標不治本，對吧？喊口號，對吧？要
從嚴監管，要這樣要那樣，你天天都抓出各種造假賬的、欺诈善事的，但是好像抓不完，然後就是叫罚酒3杯，这不行。所以说，希望2026年啊，动真格的，对吧？真正的把那些欺诈善事、造假账的，让他倾家荡产，让他把牢底坐穿，对吧？5000多家上市公司，最好有2000家让他关门退出市场，新进来的确保不能再有问题，对吧？你不能一边治理，一边的新 IPO 的公司一个个的又是欺诈善事，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所以2026年我們看，對吧？這個股市的根本有沒有發生改變？能不能體現公平、公正、公開、透明？2026年呢，接着觀望，接着關注。沙灘上建高樓啊，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塌下來，但是它一旦塌下來，那一定是驚心動魄啊。最後我們再看一看這個胡一進老師啊，胡一進老師他今天寫了個微博啊，他說今天是2025年最後一天，老胡回顧我作為網民和老媒體人印象是最深的10件事。他回憶了今年啊發生的印象最深的10件事情，我看了一下啊，他大部分跟我的關係不大。就是說我不太關心的。第一個，他說 DeepSeek 年初出圈，一舉擊破了美國 AI 霸權神話。第二個是 A 股迎來久違的牛市。第三個是特朗普4月發動全球貿易戰，中國成為奮起回擊的舉旗者。美國對華關稅一度上升至145%。第四個，一名醫生婚外情引發董小姐事件，也就是4+4啊。第五個是印巴爆發空戰，這是5月份的事啊，那是不是傳言中國產的殲10擊落多少架那個法國陣風戰鬥機嘛？第6個是天水幼兒園爆發的鉛中毒事件。第7個是93大閱兵。第8個是中美貿易戰邊打邊談，中國使出什麼稀土核彈。第9個是高市早苗。第10個是東部戰區這個叫繞島軍演。它這裡面我印象深刻的啊，就是我比較說的多的啊，一個是天水幼兒園，一個是4+4，當然 A 股是每天一期了，一個是貿易戰啊，剩下的要麼是我不感興趣，要麼是我不能聊，對吧？這只有胡一進老師能聊啊，胡一進聊得，我聊不得，就是那個阿 Q 說的，和尚摸得，對吧？我摸不得。但是我有個感慨啊，胡一進老師把這10件事一說之後啊，我看了一遍，發現這個一年過得太快，對吧？這些事情很多都歷歷在目啊，感覺好像就在昨天。最後胡一進老師啊又發了一個微博啊，他這個微博就有意思了，他附和很多專家的說法，這個我看是那個金燦榮啊，金教授啊，他錄了一個視頻，講什麼呢？講這個出口退稅，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們你看11月份啊，我們順差是1萬億美金，然後金燦榮的意思呢，說你看我們順差這麼多是靠出口退稅嘛，鼓勵刺激的，然後你退稅相當於你給外國人呢優惠了，對吧？咱們用廉價的產品啊，這個服務了全球。那金教授的意思就是說呢，不要這個大規模的出口退稅，也就是要降低出口退稅。降低出口退稅怎麼辦呢？然後把這錢怎麼用來幹什麼呢？去提升農民的養老金，去補貼新生兒，鼓勵生育。我在網上刷到過這個視頻啊，本來我想聊一聊的，後來我對吧就沒再去關注這個事情。但是我看這個胡一進老師啊，他附和啊金燦榮的說法，他說啊，大規模降低出口退稅，拿省下來的幾千億提升農民養老金，把農民養老金提高到600元以上，這樣既可以抑制出口企業的內卷，克扣自己去補貼外國人，又可以推動社會公平，促進消費，鼓勵生育。中國的生產能力極其強大，但首先要讓中國人自己更能消費得起勞動成果。我們不能一邊大規模生產，一邊有很多人被迫節衣縮食。如果能提升農村人的養老金，這將是一個改革分配機制合理且有力的切入口，相信全社會共識度啊會非常高。所以我也聊一聊這個事啊，這個非常符合咱們一直說的啊，就是這些專家呀，你看看胡一進老師、金教授，還有什麼叫狄東升吧、丁一凡，叫翟東升啊，好像是也是人大的教授吧，他們就是那種現象說的都是對的，結果也是咱們預期的，也是咱們想達到的，給農民提高養老金，給對吧新生兒補貼，促進這個生育，就是咱們經常說的啊，症狀說的對，但是啊他開的藥方那感覺就是要命的藥方。第一個啊，你要降低出口退稅的話，實際上你這個出口就少了，有很多外貿企業就是賺這個出口退稅，對吧？確實它外貿的
不賺錢。那你降低出口退稅呢，你必然會導致外貿下降。你外貿一下降，你更多的人失業啊，對吧？但是這一下降，不光是說那做外貿的老板不賺錢，老板不賺錢，他下面他工厂他不就得停工嗎？又有多少人失業？所以說这個藥方你說管用嗎？這個藥方實際上就抱着背着一般沉，而且你這樣沒有持續性啊，對吧？就不可持續什麼意思？就是那你今年不補貼，明年不補貼，那你這個就是出口退稅啊，那你這個出口就一直下降。一直下降，对吧？就跟房地產一樣的，一直到山筋動骨，那時候你再恢復不了了。我們做任何事情講究可持續性，對吧？真正的藥方是什麼？真正的藥方是，對吧？農民養老金要提高，新生兒要鼓勵，對吧？鼓勵生育，這個錢來自哪裡呢？這個錢實際上來自於大頭的節約，對吧？大頭不能再浪費，對吧？大頭不要再去修什麼老幹部療養中心，不要再去追求那個好高騖遠，是吧？那些什麼宏大工程，但是他也不賺錢，把這個專家們的養老金調低一點，對吧？胡一進现在一個月3萬2萬多，吃飽了沒事幹，你給他調到1萬，看看是不是好一點，對吧？那個 ICU 病房的老幹部，讓他該拔管就拔管，對吧？你這一刀往哪兒砍？你往企業頭上砍，那你砍不了幾次，那企業就沒了，對吧？你後面沒得砍了，你把這個外貿企業砍掉了，對吧？他活不下去，他不出口，那又有多少人失業呢？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說啊，這些歪嘴專家把筋都捏歪了。哎，他也想法是好的，對吧？給農民提高養老金，對吧？給年輕人生孩子補貼。現在要學阿根廷，對吧？學越南。當然了，出口退稅啊，也不是不能砍，那個得徐徐圖之啊，对吧？還得慢慢來。也就是你其他的高附加值的出口越來越多的时候，你這些低附加值的出口就慢慢減少。哎，這個也對，但是這個不能一蹴而就啊，你不能整着又像房地產一樣整熄火了，對吧？那個時候你再哭都來不及啊。可見這些專家啊都沒安好心吶。但是很多人他不動腦子啊，他一看到這專家啊，你看為農民呼籲的，哎，就是好人，就被他騙了。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